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抵港進行考察調研。朝早先到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社區聯絡中心，喺行政長官李家超陪同下聽取有關新發展區嘅規劃同建設情況嘅匯報。夏寶龍又到洪水橋大學城區考察北都大學城區嘅規劃、發展願景同最新進展。夏寶龍之後到訪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聽取簡約公屋項目最新進度，並探訪一個4人家庭住戶。夏寶龍下晝到訪古洞北新發展區，考察當區基建同配套設施嘅建設進度。之後又到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了解園區整體發展規劃同最新進度，以及沙嶺數據園區嘅建設進展。夏寶龍又到訪位於落馬洲河套區嘅中央援港應急醫院，視察運作情況。